想要稳稳的控血糖，关键钥匙就在张仲景的3个经典方子里，能清胃火、补肾气。3个方子分别是白虎加人参汤、五苓散和肾气丸。先说白虎加人参汤，多用于糖尿病早期容易口渴的人，这类人大多胃火偏旺，水分消耗快，总觉得口干，想喝水，还容易出汗。方里的石膏清胃火，知母养阴润燥，人参补气生津，适合燥热、缺水明显的初期人群。第二个是五苓散，适合水液代谢失常、排不出水的人，表现为口渴但喝水不解渴，小便不畅，甚至轻微浮肿。它能帮身体排出多余水湿，恢复正常代谢，尤其适合糖尿病伴有水液代谢紊乱的人。第二个是肾气丸，针对糖尿病病程较长、肾气不足的人，常见小便频多、腰膝酸软、怕冷、口干却不想多喝水。糖尿病久了，一开始多是阴虚，慢慢会伤及阳气，发展成阴阳两虚，这时用肾气丸就很对症。